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咁今集咧就係貓仔 Sir 同大家講啊，1月20日嘅港股分析。嗱，其實今日嚟講咧都跌噶啦，咁其實大概嚟講咧，成日係跌咗76點，其實就唔止26,487點咧，呢啲位咧就收市啦。但係夜期而家做緊嘅嘢係咩咧？夜期係跌緊220幾點喎，即係26,392點喎。其實咧，聽日個市有機會都要繼續向下跌，大概我諗防守位置咧，真係有機會要睇到26,079點啦。呢個機會其實都頗高添啊！如果你想掌握最新嘅港美股、加密貨幣以及商品嘅投資交易策略嘅話咧，記得訂閱我哋貓 Sir 投資呢個 channel 啦，同埋記得點讚、分享以及喺下方留言，多謝大家支持。不過呢啲跌市咧，其實就好明顯係割禾青啦。其實之前升到27,200都好咧，呢啲位咧打翻落嚟800點咧，其實佢唔係一嘢跌落嚟噶，佢枕住陰啲咁落嘅。咁其實話俾大家知一樣嘢咧，就係基本上成個市咧，其實咧就唔係好快可以升嗰種嗱，但係佢又唔係跌得多，即係咧考你股民嘅耐性。你見到成交咧2377億啦，其實最高位咧去到26,638點又打翻落嚟啦。咁我哋如果用翻我哋嗰個量化策略嚟睇咧，其實佢有啲嘅轉折位咧係真係我哋可以捉到。不過夜期嗰度咧亦都可以反映咗啦。咁期指嗰度咧，貓仔 Sir 自己咧就已經收咗貨啦，就即係咧已經平咗倉啦。咁啊賺咗就唔入住，因為而家呢個市況咧就仲未，你估佢咧又唔係好多肉食，又驚佢夾。如果你話依家咧做多買佢升咧，佢又唔會升俾你睇。咁所以我哋呢一陣間就要好好咁樣睇下而家個局面係點樣啦。咁我哋就冇一個投資買賣建議嘅，亦都冇投資買賣邀約，喺度分析嘅都係我哋嘅智能投資機械人 MobileX 嘅數據分析啦、新聞內容嘅分析啦，同埋一啲港股交易上面嘅一啲嘅形態分析嗱，睇翻小時圖，恒生指數咧，其實呢家咧就跌穿咗呢個50天 MA 啦，嗱個單咧係出現咗嘅。咁換句說話講咧，下個位要等佢守咧，係睇下係咪真係26,070點啊？咁啊有啲機會咧，睇下可能呢啲位咧，未必真係齊輯26,058點嘅，有機會可能26,100點嗰啲位咧，有機會可能即係有一個叫止跌嘅唔出奇嘅。但係咧，你睇 WOBX 咧就出現咗個單啦，4小時圖已經話俾你聽咧，又出現咗個單啦。嗱，所以其實呢啲位咧，我諗大家都真係要特別留實啊。呢啲位漲跌屋 AI 漲屋入咗跌屋，開始就係即係一個整固嘅一個關係喺入邊。咁我哋呢度咧就睇下，其實嗰個港股熱力圖，我哋睇到熱力圖方面咧，其實今次內銀跌啦，科技股又跌啦。咁內險叫有升少少啦，1%啦，貴金屬股就升啦，因為金價咧今日又創新高。咁貓仔 Sir 自己都開咗2張單嚟玩，咁OK 嘅，今日收穫都唔錯。咁可以睇翻我哋個 WhatsApp group 都 send 咗出嚟啊，今日嘅展望係 OK。咁貴金屬嚟講咧，紫金礦業都係依然都係走高噶啦。咁其實招金紫金、黃金國際啦，呢啲都係啦，都係走高嘅。不過如果你話金價升嘅話咧，如果你淨係去睇金礦股，不過如果你話就咁睇板塊嚟炒咧，其實咧美股其實都出現緊一個調整啊，即係你講過不能幸免嘅，並且大家要睇Donald Trump 又宣布一個關稅就俾歐盟同埋俾其他地區。咁如果有關稅呢啲一出嚟咧，通常都係嗰啲啦，係會唔會 tackle 就係點咧？我哋唔知，但係個市又先跌咗俾你睇先嘅。咁所以咧我哋呢度一直都講啦，交易一定要長中短線去考慮。咁我哋已經喺我哋嗰個星期四1月22號星期四日就搞呢一個貓 Sir 即食交易術嘅分享會啊，咁現場去做分享嘅，咁已經報名到7,788噶啦，咁所以咧1月22號報咗名嘅朋友咧，咁記得出席啦。我哋就會講到關於其實喺交易過程嚟講咧，喂，我哋點樣先能夠判斷把握到佢嘅升與跌嘅節奏咧？但係我哋係咪一定要買喺最低位咧？我哋係咪一定要沽喺最高位咧？咁通常都好難。即使今日嚟講咧，貓仔 Sir 做黃金嗰
嗰啲單咧，其實都做唔到我哋所講嘅一個叫做交易上面嘅一個好靚啊最高位走啊，做唔到啊。咁啊，大家都好關心你20號商湯啦。其實商湯咧有個現象啊，就係當佢跌落嚟嘅時候，呢個峰值一直向下落，波波即時咧就正喺1月14號嘅12點半出現咗個單，咁一直落嚟跌穿咗50天線啦。咁跟住咧睇下會唔會守到咧，就係2個2毫4呢個位置咧就啱啱好啊，我哋所講嘅200天 MA 呢個位置啦。嗱，呢啲位置咧就通常都守到嘅，咁再守唔到咧就2個1毫2啦。咁始終1小時嘅時間係單咧，你真係要睇啊。咁佢應該咧有機會咧4小時都轉單嘅。點解咧？佢而家4小時台夾得咁高啦 up 啦吓，咁一直升上嚟之後再落。咁如果你話真係再等佢回調，佢都未停咧，跌穿咗2個3毫半咧，就要等下個位啦，2個1毫2呢啲位置。不過呢啲唔緊要嘅，如果佢平嘅時候啊，我哋更加之要留意呢隻股，因為呢啲股咧好明顯一樣嘢啊，2個1毫9都有支持噶，即係呢個我哋所講啊，喂，大漲小回啊，佢有機會出現一個 cup and handle 嘅一個嘅表現，咁基本上咧就有機會可以繼續進發噶啦。不過大家一定要耐性咯，即係你唔好話依家跌咧你就好驚啦。方德證券 crossover 貓 Sir 投資，今次貓 Sir 粉絲有專屬開戶福利喎，送你高達港幣15,320蚊嘅大禮包。通過我哋呢個專屬開戶連結開戶嘅話咧，入金額外再送你200蚊交易現金券啊！嗱，大家只需要 scan 我哋貓 Sir 專屬嘅二維碼開戶，見到呢個 QR code 啦，就送你200蚊港幣交易現金券啦。嗱，由即日起啊，大家通過貓 Sir 粉絲專屬連結註冊開戶啦，喺30個工作日內存放1萬蚊或以上等值港幣去到方德嘅港美股戶口啦，最高可獲贈15,325蚊嘅福利噶，大家就可以睇到呢個一重賞二重賞，嗱，優惠多多，送出嘅禮包着數多羅羅啊，仲等快啲開戶啦！致富證券同我哋貓 Sir 投資合作，而家嚟致富證券嗰度開戶咧，哇，送你迎新獎賞高達8800蚊啊！咁啊，獎賞1啦、2、3、4、5加埋所有嘅回贈啦，包括港股期權佣金啦、港股打新券啦、美股佣金券啦，同埋送你英偉達 NVIDIA 嘅股票啦，送你足高達8800蚊啊！快啲留意我哋呢一個嘅推廣優惠內容，把握機會。並且轉倉去致富再送你高達7000蚊嘅回贈啊！咁獎賞1咧就即時轉倉即送你啦，美股、港股期權佣金券2000蚊。獎賞2即時轉倉額外送你孖展額度。另外獎賞3轉倉費用全數回贈啊，唔使擔心轉咗倉之後咧又要扣你手續費嗰啲咁嘅嘢啦，因為致富都會送翻5000蚊高達嘅轉倉費全數回贈，即係有4大熱門股票俾你揀啦，匯豐啦、5號仔、阿里巴巴9988、蘋果 Apple 或者 S&P 500嘅 ETF 而家把握機會啦 ，scan 我哋呢個貓 Sir 專屬開戶 QR code 開戶碼，或者輸入 QR code KA3562開戶就 OK 噶啦，把握機會拎多啲獎賞。長橋證券10月開戶大優惠，而家加碼咧就送你1800蚊現金卡，入金最高可獲贈咧 iPhone 17 Pro Max 一部咁大家記住要開戶嘅，長橋都係一個非常之優質嘅選擇。佢係港美股終身免佣啦，再送你300蚊現金回贈，再送你咖啡終身都半價。而家入金1萬蚊咧就可以享受噶啦，就有更多嘅優惠啦。入金1萬至到入金100萬啦，都有唔同嘅禮品送俾大家，送你最新 iPhone 17 Pro Max 512GB，只要你入金100萬咧就得到噶啦。咁另外一直你嘅iPad Air 11寸啦，256GB都有啦。總之睇翻呢個表，入金唔同等值嘅就會有唔同嘅禮品。而家開戶就要把握時機。貓 Sir 投資就同長橋證券合作，大家用我哋呢個邀請碼或者 scan 我哋呢個 QR code 去開戶啦。入咗金之後咧就獲得以上嘅優惠啦。把握時機，萬勿錯過
嗱，而家用富途牛牛就真係獎賞多羅羅啦。嗱，新客戶咧就會送你高達1800蚊嘅獎賞計劃嘅。咁第一重賞咧就係如果你入金1萬蚊咧，咁就可以獲贈啦600蚊等值嘅 Tesla 股票啦，或者600蚊等值嘅比特幣，或者咧送你5股匯豐嘅股票，或者送你咧400蚊嘅超市禮券。第二重賞咧就正啦，如果你存入8萬蚊嘅話咧，就送你1000蚊等值嘅 Tesla 股票啦，或者1000蚊等值嘅比特幣，或者10股嘅匯豐嘅。獎賞多羅羅啦。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記住睇我哋嘅 info box 啦，同埋咧開戶嘅時候咧就輸入我哋專屬開戶優惠碼 MP1668 或者 scan 兩個 QR code 去開戶，咁就另外額外送你多200蚊嘅現金券嘅。老虎證券最新迎新開戶優惠啊，大家把握時間啦。咁而家開戶咧最高可以拎到咧港幣2300蚊嘅一個新人獎嘅，大家可以就係開始入金1萬蚊啦，入金1萬蚊保持住60日咧就可以拎到300蚊嘅啦，或者入金10萬蚊保持住60日咧就可以拎到600蚊嘅現金券啦。咁如果完成交易5筆咧，例如買入呢一個嘅美股5筆，咁咧你就可以拎到300蚊嘅港幣啦。買入10筆嘅呢個美股咧就可以咧拎到600蚊嘅交易現金券啦。買入20筆嘅話咧，另外可以獲贈咧1200蚊嘅一個交易現金券啦。最開心就係呢個，點解咧？Crypto 交易都有獎賞啦，老虎證券都可以交易 BTC 嘅。咁大家如果係首次開戶60日內咧完成5筆嘅 Crypto 交易，另外可以獲贈500蚊嘅一個港幣交易現金券。咁多優惠啊，大家記住把握，最緊要用埋我貓仔 Sir 嘅專屬額外開戶優惠MT9090額外可以獲得200蚊嘅超市現金券啦。大家記住開戶有現金券拎，有200蚊拎噶啦，所以大家萬勿錯過，記住把握用老虎證券啦。Webull 證券都同我哋貓 Sir 投資合作啦。而家開戶送你高達2400蚊港幣嘅獎賞啦，仲有交易零費用啊！大家記住港美股真心零收費咧，就 scan 我哋呢個 QR code 開戶啦，把握機會。咁我講下2899紫金礦，其實就高處未算高嘅，不過今日就其實升咗一個 1.68% 啦，其實升咗6毫子。不過呢個咧，你睇下好大嘅一個下影線啊，咁反映其實佢都仲係有上升嘅動能。其實12月4號出現個 up 啦，咁你見佢呢啲 up 咧就唔好睇小佢。點解咧？呢個 up 咧佢仲係一個象屋入邊嘅 up，呢個 up 咧即係話俾你聽咧，佢仲喺嚟緊咁多日嚟講都仲係一個上升嘅格局。不過我哋睇下小時圖嚟講咧，其實都冇乜所謂啦。呢啲位置咧咁打破埋，因為而家金價去到4740蚊嘅啦，又創咗歷史新高。呢個位置咧，如果40個4毫8嘅位置穿咗上咗去咧，咁佢又係轉 up 咧，咁呢隻紫金礦業咧都容易賺錢嘅吓。當然我冇叫你買與賣啦，咁但係呢啲位置咧，話俾你聽呢啲咁嘅位去升上去嘅話，真係要睇佢一定要打穿呢啲位再創新高嘅。咁所以呢隻咧，我覺得金礦股咧留意住咯。4小時度嘅紫金黃金國際呢個2259，幾勁！1月12號出現個 up， 咁呢度咧，如果你用 Wallbox 嚟睇咧，出現 up， 佢去到就係18%升咗18%啊！其實講緊幾多日啦？8日嘅時間升咗咁多，咁呢啲咧真係唔好睇小佢啦。小時圖話俾你聽，一直咁樣夾上嚟啦。1月9號已經小時圖咗 up， 不過呢啲咧最好報佢嗰個升浪咧，就係呢啲位置咧，50天同埋200天 MA 嗰度咧，就係喺呢啲位置就等佢，因為佢兩個位置咧係一個收窄嘅一個範圍啦，突破咗上面嘅前高點啊，一直咁樣突破上嚟咧，都係有能量咁樣上嘅。我哋個 Robot X 已經話俾你聽，個能量係依然強勁咁樣走啊，所以其實呢啲咧都冇乜好分析噶啦，就係你等佢升上去破頂咁解嘅啫。咁你話幾時回調咧？回調未到嘅嗱，始終你睇翻一定係呢啲位置咧，升到上嚟之後，佢有一定嘅一個支持位咧，大概都169啊，呢啲位置繼續高。咁所以其實紫金黃金國際當然啦，其實佢都係紫金
礦業嘅一家子公司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炒佢嚟講咧，佢呢啲都叫半新股嘅。咁半新股嚟講咧，其實就非常之個反應好熱烈，個市場嗰個動態都好熱烈嘅。我哋跟住睇388港交所又開始打落嚟啦，但喂4小時出現個單啦，形態上面咧，我話大概咩位咧？等咧就416蚊啦，呢啲位啦。咁喺呢度位置有個裂口位置421都要補。最主要港交所嗰個業績咧，其實就未出嚟嘅，大家都期待緊佢嗰個業績發展係點。不過如果你睇港交所咧，其實佢一直都係喺我哋大市前先所講啦，喺呢個範圍啊，黃金比例啦，398蚊同埋442蚊呢兩個位置咧嘅中間喺度浮沉沉。咁呢個位置應該都要破噶啦，要穿442蚊上咁。但係如果你話跌落嚟咧，佢始終佢回調咗再上咧，係會健康過，哇！直上過去，然之後冇回調，咁就驚啦。反而佢呢啲回調咧，喺我哋嚟講咧，喺個黃金比例擋住咧，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即係走勢健康一啲嘅形態啦，唔係真係一支箭咁樣上到去上邊咧，咁你反而仲驚添啊，因為上面咧高處不勝寒。而家4小時圖出現一個單的話咧，我相信佢呢個位置咧，佢仲有好幾個鐘頭咧，仲要繼續向下嘅。咁啊，當然啦，由而家 RSI 啱啱落到嚟呢個50咧，咁427蚊應該會守一守一段嘅。不過都係嗰個 RSI 喺呢個SMA 線片下咧，即係佢仲係嗰個跌嘅力度係仲係大嘅，升嘅力度係細嘅，即係所以大家要等等啦。跟住我哋講下隻平保啊，喂，平保都係嗰句啦，嗱，升咗上去呢個黃金比例位置嘅72.05先咧落翻嚟，喂，其實好正路，點解咧？即係話咧，佢升到上去黃金比例1.618，啱啱好我哋所講嘅1.618倍啊！咁啊由佢咁樣升上嚟的話咧，呢個位置再咁樣去走翻落去下邊咧，證明一樣嘢，佢的而且確升到咁上下係要有回調嘅壓力。但係4小時圖咧，佢係從未出單嘅，不過大家小心啦吓，佢有機會咧就呢啲位置咧睇下會唔會上穿到。而家我相信咧呢條我哋所講 ATR 呢條線咧，我哋個 WOBX 嘅呢條線咧係仲係守得住。只不過咧睇下守幾耐嘅啫，係嘛？嗱，小時圖有機會轉翻做 up 噶啦。嗱，我哋其實咧當咁樣睇咧，佢大漲小回格局。咁啊，佢回調應該就回調完啦。點解啊？我哋漲跌屋嚟講咧，小時圖會見到跌屋去翻漲屋，有機會穿翻0軸以上上去走高。所以咧，平保呢就69蚊咧，有機會再去挑戰71蚊咧，都係短期內發生嘅事情嚟啦。咁啊，所以即係睇下點樣啦，應該就仲要發力一段時間嘅吓。咁當然之後嚟講咧，其實平保應該係會去翻我哋所講嘅。真係80蚊咧，呢啲位置唔出奇。咁啊，當然唔係叫你即刻衝入去買，亦都唔係叫你去買啊。即係話俾你聽，你作為參考角度嚟睇咧，呢啲咁嘅參考指標咧，就比較係說明佢嗰個上升嘅潛力仍然都係大嘅。嗱，我哋而家睇下夜期啦。嗱，其實美股啊仲未開市，不過咧其實都真係要落一落嘅啊，小心啲要落多啲啦。夜期390點咧有機會再落到嚟，我諗25810點咧，會唔會咧？定係去到26000就停咧？我相信都會繼續走低為主噶啦，因為咧你見到嗰個整體小時圖5分鐘圖都係單，即係佢仲有機會要落，咁所以呢度咧大家要小心少少啦。聽日開市嘅時候咧，港股有機會咧就再向下撈一碌出嚟。咁我哋今集節目我哋講住咁多先啦。咁啊，如果大家報咗我哋1月22號嘅貓 Sir 即食交易術現場免費講座咧，咁就到時出席7點半見大家啦。大家把握時間。咁另外就大家有興趣就加入我哋嘅免費 WhatsApp 討論群啦，並且有機會咧就中意睇 tips 嘅話咧，可以加入我哋 Patreon 平台。咁啊，今集節目講住咁多先啦。咁我哋下集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大家好啊！我哋最新嘅智能投資 AI 機械人 RobotX 咧就已經面世啦。咁呢個智能投資 AI 機械人咧係適用於喺 TradingView 平台嘅所有嘅投資產品嘅，包括股票啦、外匯啦、期權啦、期貨啦、商品啦、加密幣啦，大家就可以喺 TradingView.com 上面咧就用我哋嘅 RobotX 咧去睇到以上種種唔同嘅產品佢嘅buy and sell 息率係點樣啦。咁啊，大家喺日後嘅交易上面咧就唔需要再憑感覺估下啦。
咁大家可以係透過 WhatsApp 去聯絡我哋登記啦，或者去 Facebook 嗰度咧去聯絡我哋啦，甚至係 IG 上面咧去聯絡我哋都得嘅。咁啊，大家記住關注支持我哋市場冷知識，我哋嘅發展，多謝大家。我哋市場冷知識有一個免費會員討論 WhatsApp 群組，用嚟討論港美股嘅市況同埋行情更新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 加入噶啦。多謝大家嘅支持，大家記住 follow 我哋貓 Sir 投資記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